唔係一定要退休嘅。我而家呢個工就係退而不休。做緊嘢啊，仲要捱啊，係啊，我係唔會退休嘅。我覺得人咧，你其實係需要做嘢嘅啊。等你自己嘅腦筋啊、身體啊、活動力咧大好多嘅啊。香港啲嘢咁貴，你如果係香港退休，真係都要幾百萬啩。車就未必需要啦，香港啲交通都好方便嘅。咁你有樓，梗係即係你退咗休就唔需要再供樓，咁樣最好啦。因為最貴就係樓噶嘛。因人而異嘅喎，呢啲好難講嘅喎，睇你追求咩生活嘅啫喎嚇。即係多咪有多嘅選擇咯嚇，少亦都有少嘅選擇。咁啊，香港其實都有好多嘅唔同嘅，譬如你去到基層嗰啲，你可以申請個長者嘅津貼啦。我今年77歲，我自己生活好簡單嘅，即係唔需要 over 1萬蚊嘅，因為我自己又唔使交租，一年我當我用10萬蚊啦，嗬。咁啊10年就100萬啦，即係如果我90歲唔死，可能就要200萬咁樣咯，即係最低嘅估計，即係冇話有咩特別消費咁樣咯。我68歲，香港退休比較貴啦，每個月嚟講你使2-3萬蚊啦，一個人。我諗好多人都諗住去國內退休啦，即係香港有樓就容易啲咯，冇樓嘅話就比較好難講。即係你睇下你。即係要求嘅咩生活咧？如果你話唔係好即係要奢華嘅，如果你有地方住嘅，我相信5000蚊都 OK 㗎啦。走在香港的街頭，茶餐廳裡手腳麻利的服務員，住宅大廈裡守夜的保安，的士後視鏡裡專注的眼神，銀髮族的身影在這一座城市隨處可見。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的數據，2025年香港65歲或以上的長者人口已經達到178萬人，也就是說，每4個香港人當中就有1位是長者。社交平台上不時有網友上傳他們在香港遇到超高齡工作者，引發公眾熱議。那麼這些長者是不得已而為之，還是故意選擇退而不休呢？我都有同嗰啲嘅長者去傾過偈啦。咁佢話我退咗嚟冇嘢做，坐喺屋企唔知做乜，隻腳仲退化添。佢話如果我翻咗工咧，我都有得行下，有得咪咪摸摸做下嘢，攰咧我去坐下。咁啊老闆咧又好體諒。咁我覺得就話，如果係咁嘅話，有咁好條件你去翻工咪行下咯，做下嘢咯，有個寄託咯。至於我唔覺得對我重要咯，因為我有家庭啦，我有有長期飯票啦。咁我覺得就係我可以去生存嘅。咁最緊要就開心快樂啦，同埋一樣嘢就係我覺得香港政府係做得唔錯嘅，嗰個嘅對長者嗰方面嗰個嘅照顧咧。咁你係到你真係冇辦法有錢嘅時候，冇辦法養自己嘅時候，政府都係可以係喺呢方面有個幫助你嘅。係啦，我覺得我好信賴香港咯。我老實，我覺得差唔多適合就退休咯。不過都有時有揾啲嘢做下嘅，但係政府嗰度都好似啲 website 啊，都會有啲資訊啦。即係你或者係你以前有經驗嘅，你咪可以再做翻你個行業嗰啲咯。有時幫人哋做啲即係好似 consulting 方面啲嘢啊，或者係即係 business development 啊咁樣咯。你咁你話完全冇又唔係嘅。咁你哋嗰啲 bill 成日都有噶嘛？你嗰啲煤氣、水電嗰啲交通、食嘢嗰啲生活費成日都會有。咁到你行出去都要使錢噶啦。咁你唔可以話完全冇壓力噶啦。你呢啲錢都要睇住嚟使㗎。即係我都退休2年啫，咁我都想試下。即係唔做嘢嘅生活係點樣樣咯嚇，因為過去幾廿年都做嘅嘢咁，但係其實我都有做一啲 part time 嘅，即係我覺得即係你做兼職嘅時候咧，你都會接觸呢個社會咯，即係唔會同個社會脫節咯嚇。咁另外有少少收入啦咁樣嚇，有啲係銷售方面啦，有即係或者係一啲義務式嘅啦，義工啦嚇。咁睇下邊啲適合，而自己又未嘗試過嘅，咁咪去嘗試下咯嚇。可能有啲僱主會覺得個年齡上面啦，或者佢會覺得你能力上面可能學嘢冇咁快啦。即係我諗而家個職場咧都需要好快嗰個學習能力咯。不過我覺得慢慢個社會咧都會接受咧呢個長者嘅
工作模式嘅，因為咧其實長者咧就係比較穩定嚇，同埋佢哋都有好豐富嘅社會經驗啦。即係難嘅，但係都唔係冇嘅。如何安度晚年是每一位長者的必修課，生活質量如何保障，身體健康如何維繫，養老方式的選擇直接影響了這一些問題的答案。近年來，香港特區政府陸續出台北上養老政策，內地生活成本低，居住空間大，也讓越來越多的香港長者將北上養老納入考量。我定一個目標係幾多歲咧？120歲。係啦，咁如果你有呢個目標嘅時候，你要點樣好好照顧自己啦？譬如話食好嘅有營養嘅嘢啦，同埋作息啦，同埋呢個嘅身體嘅運動啦，同埋你嘅情緒啦，好緊要啦。呢幾樣嘢，我當然而家係上落會係方便啦。咁香港有香港嘅制度啦，大灣區有大灣區嘅制度啦。我希望就話我能夠多了解先，同埋喺一個確定咗之後，我先至能夠去做咯。keep 住有運動啦，有社交啦，你食得好啲啦。有營養啲啦，咁同埋個心態咯，心態上面都好緊要嘅。咁有啲嘢你都要接受啊，同埋要點樣適當咁樣舒緩你嘅壓力啊。有諗過有啲身邊嘅朋友都有去嘅，不過自己個情況未必適合咯，即係因為都要仲有家人需要照顧咯喺香港嚇。咁啊，好似深圳都會成日去嘅。惠州啊、深圳啊，咁我內地都有去啊，舊年都有去雲南啊，去四川啊，都有去福建啊，都有諗過嘅，因為我都有朋友都有想去深圳啊嗰啲地方去睇下啲退休嘅 facility 啊嗰啲嘢咯，係啊，不過暫時就未決定。睇到比如話喺大灣區嗰啲。有啲養老嘅設施都幾好咯，個好 spacious 啊，即係空間好大啊，有晒花園啊，嗰啲條件就好好啦，環境好啊，冇咩 pollution 啊，或者係食啲嘢安全咧，就應該就好理想嘅，都係好選擇。